男人身受重伤，命悬一线，一只脚早已踏入了鬼门关。医生只是用验钞机在伤口处反复的照射，伤口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而这对 V 星人来说只不过是小试牛刀，他们甚至可以预测人类在未来会得的疾病，彻底将病痛扼杀在摇篮里。And that's why we want you to share our story with the world. 可拥有先进科技的 V 星人并没有占领地球，反倒是委曲求全讨好人类，只为拿到可以留在地球的合法签证。绝大多数人被 V 星人的演技蒙蔽了双眼，唯独少数有信仰的反叛人群知道在表象的背后似乎隐藏着更大更险恶的阴谋。他们逐渐发现，每个在母舱治疗过的人都会被 V 星人注射一种叫 R6 的疫苗。通过老黑提供的线索，很快就找到研发博士的信息，随后就埋伏在他下班的必经之路上。但老黑却将枪口对准了自己，原来是虚惊一场，他是为了击中准备反击的 V 星人。在老黑审问的过程中，对方趁他不注意突然吃下了药丸，转眼间他就开始发生自燃。其实每个 V 星人都会随身携带一粒自杀胶囊，不过老黑和对方的交谈让艾丽发现一个秘密。 You're a visitor. We're on the same side, Eric. Sometimes you get close. What's gonna be? 老黑是 V 星人当中反对安娜的一派，而像这样的 V 星人还不在少数，他们号称是第5纵队。与此同时，之前被艾丽杀死的 V 星人，他不仅被复活，还恢复了记忆。如果他说出艾丽在暗中调查他们的事，安娜必定会杀人灭口。不过母舰上的医疗队长也是第5纵队的成员，在没有败露前给卧底注射了安乐死。得知卧底已死的安娜气得直接暴走，以所有医疗人员的性命作为筹码，威胁凶手自己主动站出来承认。医疗队长想站出来时，却被另一个队友抢先顶包，因为保住医疗队长，对第5纵队接下来的计划更加有用。 Long live the fifth column. Kill him. 可即便是没有暴露身份，艾丽的处境同样是很危险。她的儿子泰勒受到 V 星人美色的诱惑，成为了他们倡导和平的宣传大使。不过他还不知道的是，通过衣服上的高科技，他和母亲的谈话都在安娜的注视之中。同样刚加入第5纵队的神父杰克也遭到了光头杀手的暗算，可想而知，艾丽的命运也会被惊悚环绕。